好，散落偌我。这个物件叫做高丽菜，咱一般买回来拢是规粒的，啊，不过恁兜无可能一盖一顿就规粒食完，所以呢，咱就摕菜刀。哦，切做对平。对，切做平了后咧，咱就敢若食一半对无？咱就摕这个厨房纸巾。哦，安尼，这菜做像个雷山的呢，足水。尖尖吼，安尼对无？咱就把这专用纸巾安尼甲包起来。包起来。了后，咱就摕这喷水。哦。喷到淡淡，吼，刷了了后，咱就摕这个保鲜膜，哦，安尼甲包咧。封起来。对，封起来，规粒拢爱封好哦。嘿。安尼封好以后，空气莫有走出来。对，哎。来，包好，哇，拢爱包好，安尼了后就放入去冰箱内底，唔是顶悬哦，唔是顶冻库，是放在冰箱的下骹，下骹站，安尼放在冰箱1礼拜以来你去食，拢是青青脆脆脆个甜。